想象一下，你戴住 AirPods，開埋自動降噪功能，聽住一首4分35秒嘅歌。喺呢首 Spotify 音樂播完之前，你親眼見住一場悲劇嘅發生，但你選擇擰轉頭走人。最可怕嘅係，你個心竟然完全冇愧疚感，甚至覺得自己係個好人。各位同學，歡迎嚟到最後一集黎子書小小說嘅分析。今次我哋要分析嘅文本叫做遺失。故事入面嘅主角冇打人、冇偷嘢、冇犯法，但喺佢身上發生嘅事，恰恰係我哋呢一代人最容易患上嘅一種現代病——線性嘅喪失。簡單啲嚟講，即係只係想用最輕鬆、唔花力氣嘅方式去做個好人，但係我哋完全唔想去承擔幫人之後嘅麻煩同埋代價。故事係咁嘅。主角食完飯，飲完杯 cappuccino，戴翻個耳機，撳落一首長4分35秒嘅音樂，The Way of the Wind。佢好悠閒咁行入個公園，路過榆樹下，嗰張長凳係空嘅。嗰個成日喺度喊等隻導盲犬嘅女仔唔喺度，嗰隻搖頭擺尾嘅拉布拉多亦都唔喺度。其實幾日之前，佢親眼見住嗰隻拉布拉多俾兩個男人抬走，佢深知嗰隻狗凶多吉少。但喺呢4分35秒入面，佢冇停低過，連腳步都冇亂過一下。主角唔係睇唔到女仔嘅痛苦，而係佢好可能將女仔嘅絕望當成自己4分鐘嗰首歌入面嘅布景板。就好似我哋平時畫 IG Story 咁，見到世界上有災難，有流浪貓狗受傷，我哋可能只喺心入面講咗一句：哎呀，好可憐啊！但隻手指掃一掃，下一秒可能就去睇緊啲美食短片。我哋嘅同理心被景觀化咗，只係睇過、感嘆過，但完全唔會為對方停下腳步。你話個主角好冷血咩？佢又唔係喎。佢心裏面一直有兩把聲音喺度打緊交，一把聲同佢講，同個女仔講啦，佢仲喺度傻傻咁等緊隻狗啊。但另一把聲音，佢又同自己開脫，唔好啦，講咗佢咪喊得仲慘，下次先啦。結果一日、兩日、3日，佢每次都用為對方着想嘅理由，將個行動推去下一次。直到今日，佢見到張長凳空無一人，佢心裏竟然鬆咗一口氣，仲暗自希望個女仔已經死咗條心。音樂播到最後15秒，主角行出公園，佢睇到嗰兩個偷狗嘅男人喺度食緊煙，佢慌忙咁移開視線，心諗呢啲人真係好討厭。音樂完結嘅最後一秒，佢想起嗰隻黑眼珠搖尾巴嘅拉布拉多，心裏面忽然徹底咁鬆咗一口氣。佢同自己講咗一句：好彩，我從來都唔食狗肉嘅。同學，你有冇覺得最後嗰句話荒謬到不得了？見死不救，任由個盲嘅女仔喺度苦等，最後竟然用我唔食狗肉嚟證明自己係一個好人？呢篇小說揭示咗現代社會最流行嘅零成本道德標籤方法，例如喺 IG 社群長大嘅我哋，好容易習慣咗用我冇做過某件事，當成咗我就係一個善良嘅人嘅證據。例如，我冇排擠人啦，所以我係一個好好嘅同學仔嚟㗎。我 repost 過保護動物嘅IG story，所以我都好有愛心㗎。我哋將道德簡化成一張張嘅 checklist，只要張 checklist 上面冇犯罪記錄，我哋就可以心安理得咁樣對身邊嘅人採取自動降噪模式，即係仿佛我覺得佢好慘，就完成咗件事，完全冇付出相應嘅行動。呢一度暴露咗心理學上善意嘅3個層次。首先係道德，我哋明明知道件事係唔妥㗎，正如文中嘅主角知道隻狗俾人偷咗，係唔妥㗎。其次係同理心，文中嘅主角同情嗰個盲咗嘅女仔好可憐。而第三係慈悲，呢個係最重要嘅。
究竟我哋願唔願意為咗幫對方去承擔付出嘅時間同代價呢？而好明顯，主角一次又一次嘅拖延，根本係唔想承擔時間嘅成本。佢怕面對女仔當場喊爆嘅尷尬場面，佢更加怕麻煩，怕孭飛。而最尾嗰句，好彩我唔食狗肉嘅啫，佢證明自己根本唔係嗰種衰人，而係一個好人。但係我唔食狗肉呢句說話，同前面嗰件事係根本冇關係嘅。呢種零成本嘅善良，一毫子都唔使出，一秒鐘都唔使煩，就完成咗一次對自己道德嘅自我感動，未免太划算啦啩。同學，你聽完呢個故事，你可能會問：故事裏面有衰人咩？嗰兩隻偷狗嘅人係衰人，但主角並唔係，佢只係一個同我哋一樣戴住耳機飲住咖啡，每日返工放工嘅普通人。但呢一個正正係遺失呢篇小說最殘忍嘅地方。呢位旁觀者嘅罪，從來冇留下任何嘅指紋，但係佢正正呈現咗一個線性放失嘅社會。我哋對身邊嘅人嘅痛苦變得越嚟越遲鈍，我哋習慣咗用表面嘅善意，撳個 like，send 個喊喊嘅 emoji，send 句罐頭嘅安慰說話，去取代真實嘅行動同埋承擔。我哋將人哋嘅命運變成自己耳機裏面嗰首4分35秒聽完就算嘅背景音樂。遺失呢一篇小說唔係逼我哋去做聖人，佢只係好似一面鏡子，問我哋一題冇標準答案嘅問題。喺日常生活入面，我哋有冇試過開着咗呢一個主動降噪嘅功能，用一句聽落好似好合理嘅說話去掩蓋自己嘅沉默同埋逃避呢？真正嘅善良，從來唔係 IG 上面嘅一個 like，亦都唔係我唔食狗肉嘅自我安慰，而係你願唔願意喺某個時候，為咗一個受苦嘅人，摘下個耳機，停下你嘅腳步，幫佢承擔一絲絲嘅重量呢？一連5集嚟自書小小說嘅分析嚟到呢一度，如果同學對呢類型嘅文學分析有興趣嘅話，就留言話俾我聽，等我可以用文學帶大家睇多啲人性，睇多啲呢個社會。